作為 Togo fans 嘅你點可以唔識埋佢嘅大佬 Kashima？ 好多人都以為 Togo 呢張好似毛毛蟲嘅全泡棉梳化係呢個結構嘅先例，但其實早喺1976年 Neo Rosé 嘅設計師 Michel Decora 首先設計嘅係 Kashima， 之後先慢慢演化成為風靡全球嘅 Togo。但當年 Kashima 有一個問題就係佢太複雜，成張梳化採用高密度複合泡棉堆疊結構，而且完全冇木架冇金屬框作為支撐。最困難嘅係佢嘅 Deep Tufting 蜂巢式拉扣結，每一個拉扣點都必須精準鎖喺泡棉嘅核心，確保梳化經過10年、20年，輪廓依然保持利落分明，唔會塌陷變形。正因為係高密度泡棉加上極複雜嘅手工，令 Kashima 一直面對一個問題，就係生產成本極高。設計師將原本嚴謹嘅結構放鬆，利用布料自然嘅潮接去分散壓力。呢個更加 casual、更加容易量產嘅版本就係後來大家熟悉嘅 Togo。因為設計邏輯嘅改變，兩者嘅坐感其實完全唔同。Togo 追求嘅係低重心、完全嵌入式嘅放鬆感，而 Kashima 就比 Togo 高，配合紮實嘅泡棉支撐，帶嚟一種更加挺直、更加有結構感嘅坐姿，就好似英式 Chesterfield 梳化一樣。對於重視支撐性或者注重脊椎姿勢嘅用家， Kashima 嘅工程設計其實比 Togo 更加符合人體工學，係一件不計成本嘅原創作品。同樣係 Michel Decora 嘅作品，你更加中意邊一種線條呢？留言話俾我哋知。如果你想親身感受 Kashima 嘅坐感，體驗一下呢張全泡棉但係擁有建築級結構邏輯嘅經典梳化，歡迎 DM 我哋或者到 My Concept 銅鑼灣 Showroom 坐一坐。